食台湾的、用台湾的，这是上界青的。最近这几年拢传出讲，有人用越南进口的蚵仔去套揽台湾蚵仔抢市场，影响到本土产业。所以今年台南的区议会参农业局合作，创立台南蚵仔品牌。不过，即马却是请无工人来侵蚵仔。区农会就指出讲，这工课环境是真歹，佮再加上在地无申请到渔业权，地书无多请移工。农业局是回应讲，有打算要去八壳寮、八壳场，也会协助这个蚵仔业者呢申请到渔业权。台南县内普遍式的蚵仔收成贵，当咧刷尾，侪蚵农无用咧侵蚵仔。今年区议会参农业局合作，建立台南蚵仔品牌，让消费者通了解产地来源。即马煞拄到请无工来侵蚵仔的难题。议会总干事指出，产业环境歹，无人愿意做这道，佮加上在地无申请到渔业权，地主嘛无法度请技工来斗三工。个头都规档啊！蚵仔个无法度，无人咧破啊！安怎讲下？有啥物贵档啊，就无法度去破。啊，无少年啊，人破啊！啊，你老的60、70岁，咱袂破啦，咁要破啊，要破啦！那农业外劳也没办法申请的状态之下，造成现在很多业者呢，他会需要做减量，甚至要做退场。根据了解，台港国家工程管理处正是捌开过审查渔业权的会议，当时惊影响生态环境，地书初审无过。农业局讲，渔会目前会当申请渔业署争取补助经费来改善工会环境。后续因为规划伫溪南参溪北地区设立八壳场，减少请无工对产业的冲击。规划密闭的室内场域，将装设有冷气，以为冷房温度，设置足够高度剖刻平台，以别以往于地上剖刻的作业，并减少作业人员姿势不良的不适及伤害。渔业权嘛牵涉到敢有资格申请天然灾害补助，这蚵农毋望通伫10月份用实进前顺利申请。农业局表示，台工处后续会去做第2届审查，尾数则佮由中央去核准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